来继续来看这个嘉义地区顶部，也就是早起摒桥大雨。这个落卡有一间桥箱，一大片长的铁皮厝顶载袂着雨水，连同扛棒做伙放落来。当时这个桥箱内底有袂少的民众，当咧等面领3杯罐，熊熊一大声嘣一个，大家话要喘死。这个现场已经有封锁线咧抢修，嘛好哩加载。这个意外发生的同时，无人徛伫个下骹，也若无，这代志就大条咯。桥箱厝顶的招牌龟覆落来，互人看到一件店员主动要入来消费人客。用铁架吐条的嘛，赶紧救封锁线，避免讲有人挖进。代志发生伫嘉义六卡乡，早起熊熊落大雨，这间桥箱铁片厝顶挡袂牢，煞变安尼。早上下很大，6点多的时候，5、6点超大，像在台风那样，铁皮而已。对，它可能是承受不住雨水，因为下太大。代志发生同时，有袂少民众排队要领3杯罐，好这个嘣一个一声，惊一个唔知要安怎较好。我要来换3倍券，然后就看到这样了，可能晚一点再来领啊。要入去桥箱，就要店门口规排厝顶拢强要到涂骹，加在当时无造成人员的伤亡，也若无后果就不堪设想。